是我不爱说，但是我还是要跟你们讲一下。这小姐江宏杰今年7月正式和福原爱蔡拉结束4年多的婚姻，日前迎来回档后第一个七夕情人节。什么？小姐这么快就有新欢，对象居然是50岁的钱维娟。她在贴文中写下情节 CP， 祝大家情人节快乐。结果这一波不得了，对岸小粉红居然怒拉，还上了微博热搜。江宏杰这无缝接轨可真羞耻，这男的早在离婚前出轨了吧？背叛福原爱还敢贴这种照片，无耻！这才离婚多久呢？还公开恋情，真是不要脸！呵呵，对岸网友把这一日限定 CP 当真啦，不过还是有理性的朋友出面解释，这不是江宏杰女友，这是他的节目搭档钱维娟。拜托，小杰真正气息放闪的画面是这个。来啦，你要送爸爸什么东西？我送你一个东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你好可惜哦，我们又输了德国队。小杰，你是专家，你来说说这一场比赛，让我们听听。我觉得，因为我们有一个男单在铜牌战的时候也是输给一个德国队的选手。你说小林同学吗？林云儒，对，小林同学，对。然后其实如果在团体赛遇到，其实我们怎么说，他那个比数一定还是5-5波的，就是看当天那个心态谁调整更好一些。然后今天其实小林同学就赢了3-2，然后拿下的那一点，应该是就是扳回一城了，对，复仇。对啊，然后你知道今天跟德国8进4，因为我们上一次的里约我们也是跟德国，然后我们也是输德国，所以今天在看的时候我特别一定要赢，特别有感觉。到最后一场特别有感觉啊，因为人就2个一样，然后1个不一样，但其实那种氛围你到现在看他们打，你都会感觉自己在那个场上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对啊，就是说，表示说德国是不是跟我们台湾的桌球的实力是算比较很接近的？其实很多都是很接近，但是就是要看真的一样高手对决，到最后就是看那几球的对战，谁的硬一点谁就可以了。没错，有时候就是那个关键的1-2球，你错失掉了就过了，真的很可惜。没错。对啊。小声音了吗？我吓死了。我觉得那个小林同学今天赢球这件事情很重要，是表示他这么短的时间里面，他可以调整他的心态。我觉得这个是运动员很高阶的那种心理的层面，所以他又这么年轻，其实很不容易。对，只是蛮可惜。就是说，如果从这场输球里面，我们要看一件事情的话，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最值得让大家关注。没错。经验的累积真的还是蛮重要，他调整真的蛮快的，而且他才19岁而已。对呀，也是他这么年轻，他可以这么沉着的去面对这个之间的一个转换，我觉得真的还蛮不容易。没错，真的。那想问一下钱姐，你在担任国际赛事的选手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生过让你非常印象深刻的事情呢？我太多啦，打架、举凡打架。我有看到片段。我也有看到，我有看到。我他妈打多少场我真的是拳王江宏杰。